敬请收看台视东北虎点秋香。啊，毋是讲有吊时间食药啊？啊，咱看起镜头愈来愈重。是阮两个唔好啦，啊，着站的老师叫阮陪伊哦。搁啉烧酒是哦？不。为我开讲，也无啥物唔对的，这一切拢是命。恁大家啊，免受过悲伤，这一切真紧就会过去啊。华文，我讲过，恁两个是我上喜欢的学生，以后要好好听新老师的话，认真读书，知影无？老师，我知影啦。你是上了解我。自从我封闭了，我真正在死心啊！请你答应我两个要求，好无？恁若卖死，卖讲两个100个，我嘛答应啦。请你收华文、华武因两个做学生，我甲因两个教好你吼。我为着家己的私心吼，我秋香姑娘受这个济委屈，受着无？你也知影如玉这尔啊娇，这尔啊暗，麻烦你好好照顾秋香姑娘，唔通阁享受着啥物欺负，吼。好啦，我拢暂时答应的哦。哦，等你病若好起来，这款麻烦再搁交由你家己去处理。安公主，这一切拢是因为我，你这个病到这尔严重，都是因为我害你的啦。阿哥，即摆上重要是你要安心啊养病，唔通搁操烦我的代志啊，好无？听伊的话就对啊啦，莫搁点遐乌白心，你就较清心的养病就对啊啦。我出来听药啊，听啦。无公平，是安怎？哪会遮尔无公平啦？天理何在啊？天公伯啊！你若要讨命，你嘛找我这个老的。迄句神圣的气质是我乌白讲的啦，做你来找我啦。拜托的，拜托你放伊一条生路啦，天公伯啊！拜托的。只要秋香施主对当施主的感情放无空，因两个人自然就会当共度难关。敢讲撇好啊，是桃花劫，金冠难过。
若互伊甲秋香姑娘的感情有一个结果，那你这个劫数就会当过啊，伊病就会当好起来啊。嘿嘿，凡事凡事哦。这段时间，我一直拢咧想秋香，日仔想，暝仔想，就是我都甲秋香的话画出。秋风，秋香，我想你想啊足苦。秋香啊，我想你想得实在足艰苦呢。家己拢讲出来啊吼，啊，敢一定爱讲拢无人伫的时，才有法度甲心内话讲出来。啊，对啦对啦，你这吼真正就是为情双方为爱感冒啦，拢去互地公大师讲着啊。我无安尼想啦。地方大师傅甲你讲啥？是毋是啊吼？你惊去互讲落秘密着？无啦。好啦好啦，伊的意思就是讲吼，你去爱着秋香啊，秋香啊嘛去爱着你，两个爱到要死。你又别讲，我无啦。我若后白讲啦，这正人看正人就知影咧，对吧？好啦好啦好啦，安尼我决定啊啦，吼，决定做你甲秋香啊的辩媒人。你别安尼做。秋香姑娘，应该嫁一个好郎君，是一个有某的人，来当互委屈来嫁我做婿。哎呦，因哪会委屈啦？伊是爱你爱到要死，伊敢若惊无法度嫁着你尔啦。佮再讲啦，大某说伊拢偏偏是某啊，连到说伊较得人疼。放心啦，伊袂委屈啦。袂，我甘愿还嫁别人。是真诶假？好好好，若是真正是安尼吼，啊无我较委屈咧，我甲硬开配，我明仔载就叫人去送订，我甲带进来。秋香嫁你也好，总比嫁我更较好。这啦，吼，你真正是死啊硬嘴皮呢，啊，哪有可能啦？秋香一个敢若花的，啊我一只敢若牛屎巴的，配会起啦。伊爱甲你做一对啦，哎呦，郎才女貌，天生的一对啊，对无？佮再讲啦，啊这个时阵啊，你搁伫退伊将来的幸福伫设想，表示讲你真正爱伊入骨啦。我无啦。哦，好啦，恁讲遐多啦，代志阵仔就决定啦，吼。决定。咱两位老师啊，还要决定啥？哦，啊，就决定伊吼。啊咯。你莫后白讲啦，恁出去，恁出去，莫后白讲。我唔对咧，哎呦，该生气啦！你莫生气啦，你也讲一声，讲一声就好。哎，你拢讲要出去，我无需要你来关心，你免照顾。我真恨你免照顾我，你给我等去啊！东公主，你开门啦！东公主，别个这尔重，无人照顾哪会当啊？你开门啊！哎呀，老师啊，我走啦，我要你伫家来啦。你别管我啦！哄你去啦。走就走嘛，对无？有啥物了不起？对，但是要走以前呢，咱大家把代志先讲互清楚。秋香，来，我问你，你是毋是讲有真心伫爱内底这个男男的？啊？唔甲你讲啊，对你老实讲，吼，啊，既然伊就要死啊，莫好死哦较清楚伊啊。你讲啊，吼。有影这，顶影一个臭面人，一个下狗的款呢。啊，无我安尼问啦，内底这套若真正飘去，你敢搁活的咯？讲啊。老师，秋香咧哭呢。差不多啊，后壁我因家己去解决。
莫去管我，你莫管我。现在你竟然赶我走，敢讲？秋勇做唔对什么代志？你跟我讲啊！你讲啊！你唔讲，秋勇是要安怎放心走啦？不是，唔对啦，不是，唔对的是我。我伫面无意中看到伊的美丽笑容，互我永远拢袂晓忘记。我唔对，也不过我唔对了心感情，也不过安尼做，煞来拖累着你。唐公主，你莫去讲，我叫你莫去讲啊！这一切，啊，拢是我家己心甘情愿的啊！你让我留来陪你，让我留来陪你，好不好？袂用，袂用。袂用钱，为什么袂用钱啊？秋勇，你听我讲，你是一个好官，我希望你转去后，会当结一个好人婿。我希望你快快乐的日子，我会祝福你哈。我不爱了，我不爱再爱别人，我不可能再爱别人了。敢讲你这么讨厌我，你就一定要赶我走是？唔是安尼啦，我爱你，所以我袂爱害你。你若是对我袂当予你什么份。你顶倒来我讲欺负你，绝对袂有好日子通过啦。不要紧，我只会当跟你做伙，我不爱免费。我吃安怎苦，我嘛心甘情愿啊。敢讲安尼，你搁要赶我走，你敢真正这么无情？进来！你慢点。你来干你！你竟然还两件事！今日我抓你，我绝对帮你耍！如叫莫安尼，我啥物代志？我叫你，刚讲做嘢身体无好，我求你，你若要怪你怪我。你先别你想走了，你别想到边啊！我哪对不起我要对待伊，迄是我的代志。哦，你想讲我唔敢对付你？好，我现在就很好看。你如叫有啥物代志，你对我讲个，你莫伤害秋香，我拜托你啦。好，即嘛什么人替你求情，拢无好啦。你拿起来。夫人，我要掠你个寡妇，叫你抢我红菜，互伊倒街仔路，互人家废手啊，互你一世人无法度做。行。如叫，秋香，等，如叫，你听我讲，你唔知我跟你等去，我就答应你，也不过你嘛要答应我，莫去伤害秋香，好。伤慢啊啦！今日就算讲你要喊我倒转来，我嘛袂放伊煞。小姐，安尼就好啊啦，高爷就已经答应要甲你转去安尼，你安尼搁坚持落去，对你无好吧？咱来搁入去吼，恁两个就甲包好款的，准备要转去恁华府啊。转去以后，恁有重要的任务。啊，什么任务啊？向恁阿娘进宫啊，逼恁阿娘将秋香啊嫁予恁老师。哎呀，这唔遮简单哦，这套动的啦。老师，阮两个兄弟啊吼，若咧撸阮阿娘的时阵哦，阮阿娘拢唔敢无答应，啊若无反如是。对，唔对啦！哎呀，你袂记哩啊？迄阿娘哦，唔知为什么哦，对东怪人哦，足感冒的呢。所以哦，我想哦，伊袂答应这门亲事啦。哎，这你免烦恼啦，只要咱两个联合哦，阿娘哦，绝对互咱拍败去的。对。
安尼哦，东北好带秋香，哦，这件代志一定接风动的啦！安尼哦，咱两个兄弟啊功劳上大，对啊，咱要讲哦，财主配佳人，以后咱就出名咧，全部的人拢知影讲哦，伊两个就是咱华文华武做媒人的啦。大媒人也告我咧，恁两个去努恁阿娘，我来拐恁阿爹，咱三个合作代志一定会成功。对，我一定要成功，嘿嘿，我一定要成功，嘿嘿。哎呀，秋香是伫捆包我啊，想袂到伊骹手比较较美啦。秋香姑娘，啊，阮讲的话叫你偷听到，你嘛咧捆包我啊，对。安尼我做啊，惊歹势啦。哦，秋香姑娘，啊，恁现在爱恁将来的翁婿当变好咧，到倒去，咱无怪人。东公主，伊已经对东夫人倒转去啊！啥？哪有可能？阿嬷、阿爹，金孙的啊，你回来啊！真好，原谅我的不好，我互恁烦恼啊。来，金孙啊，阿嬷看卖咧，你敢知阿嬷哦，我想你咧呢？哎呦，金孙的，啊你哪会生到安尼啊？啊你是破病哦，啊面色哪遐尼歹看啊？你免烦恼，从今以后，我袂搁再离家出走啊。朋友，这段时间，互你操心，互你伤心，我伫阿嬷甲阿爹的面头前甲你回信的，请你相信我，从今以后，我会做一个顾家的翁婿。相公，既然你有心要改，过去的代志我袂搁再提起。我嘛希望讲你将过去的代志拢甲放好袂记，好好对待我。从今以后，我会做一个温柔、为个体贴的好家后。好，安尼一家伙啊吼，总算讲是团圆啊，啊，就遐安尼哦，才会幸福美满啦。来，紧来食饭讲。相公，金孙的，金孙啊，你先啦。什么啊？你讲阮撇好啊，去爱着花虎的查某囡仔秋香哦？那安尼讲起来，英子的病，毋就甲秋香姑娘有牵连咯？嘿啊，完全拢是为了秋香姑娘啊！伊两个偌可怜呢，真正是可怜吞北内要哭无目屎啦。毋那安尼呢？恁咧儒局佫走去共儒呢？讲啥要秋香姑娘死哦，啊无就要掠去官府治罪啊！撇佬也毋知无法度甲伊讲条件啊，超规步就是变安怎呢？就真若是放过秋香姑娘，撇佬也就会乖乖转来厝的。就是安尼啦，你看委屈无啦？好啊，你这死老顽童，竟然半暝啊来为因两个讲情。啊，但撇佬啊，即马破病到安尼啦，伊根本就无想要活啦，一定想讲甲秋香姑娘无希望啊，所以吼，伊的心根本就已经死啊。哎，讲得啊，安尼要安怎？安尼咱撇好也毋得无救啊哈！唔知。无啦，阿嬷嘛毋是讲无救啦，还有一个机会啦，就是甲秋香姑娘带入门啦。啊，毋过嘛毋知是安怎，迄华夫人对恁东家的人足感冒的呢。伊即款若无嫁吼，共阮免讲啦。互你家己讲啦。啊，无恁东家甲华夫人到底是安怎啦？我甲华夫人本来就是一对青梅竹马的恋情。